千萬級別嘅別墅啲鎖匙咁單調嘅，有錢人真係睇唔懂啊！呢邊因為東陸花園大戶人嚟靠呢邊南邊靠路嘅啲，但係冇否認東陸花園1號呢邊係住大面積嘅，你睇下啲牌，600幾方佔地嘅有，300幾方佔地嘅有。個東陸花園大則就喺呢條街㗎啦，個補片好多之前賣緊嘅都係嗰啲800到89方嗰隻質段嘅，嗰個質段呢就係細質啲㗎啦。嚟帶大家睇睇，係肥啲入唔到。佔地314方，呢間別墅前後花園啊，側邊花園，最主要前花園為主。其實呢個花園質地會幾靚㗎，隔離間屋我記得好似係裝修咗，起咗差唔多2年啦。個呢度咧就係嗱，隔離啲就做晒魚翅人哋，400幾方嘅建築面積，當然內面嘅建築裝修風格呢唔一定啱你，因為有一定嘅樓齡嚇。但係呢度咧係可以好似人哋咁拆過起過，全部打過晒佢都冇問題嘅。300幾方嘅別墅喺大良地別墅區，無非就係東陸、東進、愉景啊、最東區啊、元帥啊，同埋倫舊愉景灣嘅嚇。咁如果再過端呢，就係湖景，好似呢啲咁嘅別墅喺大良東區位置呢，東陸花園屬於係中高端嘅一個位置嚟㗎啦。而且呢間屋前面路，後面都係路嚟嘅。嗱，我哋喺度後邊呢度路呢就可以停車入地下車庫嘅，地下係點呢？帶大家睇睇。落到呢之後就地下車庫，個呢度呢就車庫喺呢邊入嚟，因為我嚟個廳係推過咗嘅，個水呢度呢就入呢就車庫啦。個呢度呢就連住1樓嘅花園，上邊房間我哋就咁睇㗎啦，佔地310幾方，總價1000多萬。地理位置好好啊，對面就係學校啦，而且地鐵口就喺前少少，1000多萬嘅話，你會為佢而買單嘛？